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恁兜敢有着鸟鼠？鸟鼠有偌济？敢是千门大户满世界？防治鸟鼠其实就爱骹步大户济，啊若无食，这边换来迄边大，药啊愈食是愈无得。今仔日5位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厝害防治专家，嘛是疾管署厝害防治与监测特约讲师苏信维苏博士。大家观众，大家好，我是苏信维。那么第二位是台北市咱的里长伯啊，西新里的里长吴家勇。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台湾免禽研究会救伤站的主任，嘛是兽医师王灵敏王医师。好。那么第四位是美国范德堡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嘛是汉医师蔡玲仪。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五位在线顶的是高雄感染科的医师吴依慧吴医师。各位乡亲，大家好。那么首先，咱来关心台北市的鸟鼠的问题，继续来探索。那么早起呢，有野保团体来开记者会，表示反对用药啊来投鸟鼠，因讲用鸟鼠药啊，恐惊会造成鸟鼠的抗药性，食鸟鼠的动物嘛会死亡。那么佮指出呢，台北家人送检的粉鸟仔蛹有超过90%，因的体内拢有残留的鸟鼠药啊，这显示用药的问题非常严重。那么到底来看卖？鹰仔伫天顶咧飞，鸟鼠是因食物的来源之一。台湾免禽研究会指出，对2021年到2024年送验的死亡免禽内面有61%验出体内有鸟鼠药啊。台北家人的鸟鼠蛹样本验出率更较悬，有92%，接近70%，含有2种以上的药剂。佮有鹰仔类的体内竟然市面上5种的鸟鼠药啊拢有，只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随意的买到老鼠药这件事情，它根本没有控管。现在就是让整个生态系就是走向崩坏的一条路上。保育团体烦恼，鸟鼠药啊，可能一开始只是偷鸟鼠，不过食鸟鼠的免禽甲蛇类嘛对咧受害。鸟鼠是真后探症，免禽甲蛇类是探症较慢。那大规模偷鸟鼠药啊，后续会有更较大的问题。那就会造成所谓的生态空窗期。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老鼠其实缺乏天敌压力，又可能因为产生了抗药性，最后可能造成另外一波鼠患诱起。学者指出，鸟鼠类防治伫国际上走向综合病媒管理，首先爱科学监测，佮爱强化环境的管理，降低因内化学药制定。不过目前台北市并无监测，所以这个鸟鼠的灾害到底偌严重，也无定论。的确是一个未定论的地方，但是这也是我们也因此要去加强去检测的部分。目前台北市府拢以1999市民通报数字减少来回应鸟鼠的灾害，并无像外口讲的遐尼济。环保局阁讲，投药啊是最后的手段。填补鼠洞啊，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废弃物，就是等于说这个老鼠居住的环境的，能不能够更有效的去清除？那至于这个投药的部分，是我们最后的手段。针对外界质疑，鸟鼠药啊无应该落现坑内，应该放入药盒仔底。环保局强调，疑原的相片显示的是。甲药啊，等入去鸟鼠啊坑附近也是踏入去，毋是凊彩乌白蛋，嘛是为着翕相才会有开树话。未来投药啊，甲倾销的资讯会公开，互民众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甲观众朋友先说明吼，咱今仔1点钟毋是要查讲台北市有鸟鼠有严重无严重，吼，实际上吼，这个题目是因我来起的，因为阮厝里吼有钓过鸟鼠啊，1楼。啊，而且吼，这个防治的过程吼，哇，坎坎坷坷，后来找了专家才来处理掉，吼。所以呢，今日也特别找到蔡老师吼，这历史的这个面向，会当啊讨论啊现实的情形，啊甲生态，啊真焦全，毋是要来冤家哦吼，啊大家听清楚。首先我要请吼苏博士来讲吼，阮到1楼爱钓鸟鼠，啊那7楼会钓袂？有哪会？
有哪会？有哪会？伊是八风管入来。伊其实是无共种的鸟厝。啊，无共种，你这手帮着咱看，无共种啊。嘿，伊是无共种的鸟厝。嘿，咱大家当看到这个手帮顶面，咱若是讲徛家吼，伫一楼还是地下室，吼，地下室有看到的，大部分拢是即个或者水鼠，还是讲古树，哦，即个鸟厝呢，伊拢会伫较平面的所在咧活动。啊，若是二楼以上，大部分啦吼，因为水鼠有当时有哪会爬到二楼，吼，但是楼顶大部分就是咱讲亚洲家属，啊，即个就是具体咧讲的讲厝顶买入的鸟厝啦。吼，就屋顶树，较具体咧讲。会开运动会迄种。是，伊差不多下晡吼，差不多4点钟啊，就开始种啊。啊，对，安尼。刚刚囡仔班啊呢。是，啊种啊，佮顶悬咧佚佗，啊伫遐叽叽叫。嘿，啊，即个大部分就是即个亚洲家属，厝顶厝。嘿，阮以前电视台吼，那4、5点啊吼，暗时开始咧加班，就甲咧斗阵加班为即种。对，就是即种。啊，伊这吼嘛4加5白加，像咱。定伫咧办公厅咯，还是讲电视台内底应该有放一寡乖乖。啊，这上爱食的。啊，迄个乖乖就是咧放讲哦，你机械唔通歹，但是就专门来偷食即个物件。啊，伊吼伊咧食嘛，拢咧微微啊无，伊迄乖乖正面拢无代志。毋过你向一看，叫啊，即个乖乖较变只轻啊，退开后壁破一空。真高。就是即个鸟鼠啊。连电火线啦，电火布啊，咧食。是。有毛食啊，沾水无毛食啊，凊腿就即种。是。啊，若是一般的水鼠咧，水鼠伊是较介意食一寡咱讲臭车的物件。吼，伊虽然讲鸟鼠大部分拢是杂食性，逐项拢会当食，但是有较介意的，佮较无介意的物件。啊，你即个水鼠就足接出现伫讲菜市啊啦，吼，还是讲咱讲夜市啊，甚至讲屠宰场。哦，即类水沟类下骹吼，迄个餐厅拢有臭臭的物件摆咧下水沟的，大部分拢是即个鸟鼠来食，水鼠、古树吼。啊，另外一种即个亚洲家属，伊咧食就较食迄较新鲜的，哦，伊拢爱食迄什物迄蔬菜水果养生的，你爱青伊较要食，哦，就是即个亚洲家属。啊，喙道啊歹，嘿，喙道歹，哦，啊足紧食，啊伊这歹掠啊个歹头。啊，即个古树吼，就大部分咱即目前咱相片啊，是讲新闻顶拢有看到，伫咧草坡啊、乌坑，就是拢即个鸟鼠，伫都市内底。哦，拢是即个古树。啊，咱听人讲吼，因为今仔还佫其他的专家吼，咱老的小等吼，大家来本来来讲互大家来听。但是关于着抗药性这项代志，讲食着即个抗磷花剂，一般咧头药啊，拢是头抗磷花剂嘛吼。讲食落会安怎？啊会喙焦，是。是。啊，这其他的动物食落还存在即个身躯内面。有哪会？伊像咱是食物上吼，阮咧做即个防治的，对，就防治吼病媒防治即个方面。其实阮咧放这鸟鼠鸭肉，就是讲鼠耳赞吼，咧放鼠耳迄个毒药的时阵，咱定定拢会看到迄鹿狸走来食。啊，其实伫2当前，国外就有研究出来讲，迄鹿狸其实食落了，伊会带着即个药剂，会造成讲其他人去食鹿狸即个生物，有哪会去累积着迄个毒素。所以除了讲，伊即摆其他的动物会食，个老鼠拢会食，所以佢会变做一个生物的累积。甚至讲咱讲较顶悬的迄个掠食者的时阵，伊就有有情况较代谢较歹的即个物质，伊就生物放大。所以真正有一种超级鸟鼠，食到天下无敌安尼。有哪是有哦。咱即摆目前咱伫迄个部面上哦，大部分拢听到讲，奇怪，像咱即摆政府所本的即个鸟鼠伊食落拢无效。毋过照你讲吼。一个即个鸟鼠啊，头落差不多伊食了7天到10天，伊即个抗凝血的这因子开始有发作，无啊了，伊就开始发作啊，开始来伊的内底皮肤内底有人讲各个脏器开始咧出血，来出血时，伊就开始抖啊，愈来愈无力啦。伊会感觉安尼喙焦开，伊就想讲要去找水食。毋过其实阮伫实务上，其实拢有一个情形，我有观察到啦，就是讲伊其实伊根本就袂赴走出去找水食。就是。都已经死伫厝尾顶啊！你又做吵奇怪，找拢无，所以其实阮是阮咧做即个防治方面，阮其实是做无介意用即个鸟鼠药啊。恁拢用啥物？即嘛？阮其实是偏拢用一寡物理防治，用为迄伊的结构顶悬来甲改善，互伊袂当入来。就譬如讲，毋是甲偷死，毋是偷死，互伊卖来，伊无摘掉入来，安尼你的环境就做清气啊。你嘛无需要去下药啊，
系啊。哦，所以这一步就是讲，大家要有一个警觉啊，头药啊，唔是尽头，唔是上好的这个方式。是。啊，刷来要先请教吼，这咱小等者来问，你要先请教李长伯吼。是。咱所在的里，敢有人逐工来给你领出药啊？还是讲最近较接？其实领取药啊吼，本地就拢有人来提啦。啊，毋过最近吼，因为新闻的关系，大家较惊吓，所以讲提领取药的人吼，乡亲吼有加较侪，这是真正是安尼无毋对。嘿啊。啊，这平常时咧提嘛是抗氧化剂迄种的吧？对，这是迄台北市环保局互咱里长规箱的，咱一届都提规箱的，就是拄仔讲迄个抗凝血剂迄种的。啊，恁咧提的时阵，敢有环保署有甲恁教讲爱放倒位？有啦，有小可讲一下啦，有小可甲恁讲啦，嘿啦，有一个大概方向安尼啦。啊，在你的经验，恁所在的里是商业甲主体混合，还是讲纯粹97%拢是主题区？其实算讲是一半一半啦。因讲即马吼，像迄辉达的办公室嘛，伫咧阮遐，办公大楼嘛真侪。啊，毋过迄旧的旧厝住户嘛真侪，差不多一半一半。所以讲大的嘛有啦，啊办公室嘛有啦，啊食的做食的嘛有啦，啊工厂嘛有啦。我里内阁有迄个做迄营养午餐的。营养午餐的营养午餐的工厂嘛伫我遐，所以讲逐款的物件拢有啦。所以讲鸟鼠的问题嘛是一直拢有啦。所以恁这边的处理歹处理呢？你敢若食着这头药啊，这无一定遐简单的哦。对，这无遐简单啦。放药啊，算讲是讲万不离三宗的时阵才放药啊啦。系啊，咱也是尽量我就甲乡亲讲，莫有物件互伊食。你食的物件爱收好势。你莫讲一个饼就等伫咧桌仔顶，迄鸟鼠拢闻会着呢。我就甲伊讲，你摕一个鸭仔，你食的饼啊，啥物物件爱放喺内底，甲伊封起来，莫互伊闻着味啦。这不理性的，这就是头所破除他讲的，就不理性爱来防治。对啊。佫有讲厝内的物件爱整理好势，莫讲一寡纸箱啊，还是管啊安尼放乱糟糟，伊四界都通好味嘛。嘿啊，咱就爱甲厝内整理较好势，较整齐。无要用的物件就甲伊清清淡扫。即互鸟鼠莫互伊食，莫互伊大，伊就袂来啊啦。嘿啊，阮的经验是安尼啦。是，这我来先请教这个苦主结果毋是鸟鼠啊尔，结果是。食鸟鼠的这动物今日特别请到这个咱的兽医师兽医师来讲恁所发觉的，譬如讲粉鸟鹰还是讲其他的这个物种，即马恁所发现的猛禽即鹰类的啦，还是啥物？恁的发现是啥物？讲互咱观众朋友听。其实咱闽禽会，阮闽禽会自2020年就开始咧验。这鸟鼠药啊，伫迄婴仔身体内底残留有偌侪啊？安尼5年，安尼过5年，安尼检验啊，阮是发现讲，其实每一年拢有验到足侪足侪婴仔身躯内底拢有鸟鼠药啊。有增加的趋势无？旧年有较增加一寡啊。其实一直拢足悬的，一直拢足悬。解说一下，这个管这个比例是安怎来看？你有观众朋友看？阮闽禽会有咧做迄闽禽的救伤，就是咧救闽禽。阮一般是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甲桃园县、甲迄基隆5个县市。不要紧，你若有诶专有的名词，你用华语讲不要紧。这5个县市。一年差不多来250只的迄闽禽，上着救伤5年拢总有差不多160只的闽禽，阮送去检验。结果呢，咱结果是超过20%，60% 的闽禽身躯内底有迄
鸟气药啊，就是迄抗凝血剂验出来。啊，伊食着即个抗凝血剂，伊袂五脏六腑拢憋开嘛。其实敏庆伊食着，伊毋是直接去食，因为伊是食肉的，嘿对，伊是食肉食汤的嘿。但是呢，伊的迄猎物会去食，可能会去食着鸟气药啊，鸟气会去食，啊，拄仔讲博士讲的迄鹿类会去食，家蛇会去食，啊，搁有鸟仔嘛会去食，因为一寡鸟仔伊是食迄一寡杂食的，也是稻谷的。迄鸟气药啊，钙芳的。对，啊，伊嘛会刷去，伊毋是讲即马看会浮起会刷去，会刷去会浮去。其实鸟气药啊有足侪无共款的，咱看到迄亲像迄巧克力迄种的，迄是最常见的。但是嘛有亲像迄水共款的液剂，嘛有迄粉剂，有足侪无共种的。啊，若是亲像巧克力迄种的，迄若动物安尼食吐吐的，嘛会刷，嘛会变粉，会浮起安尼。啊，安尼你甲看吼，迄敏琴来的时阵，敢有食到即个抗凝血剂，食到鸟鼠药啊，甲一般无食到的有啥物不同？还是讲健康是算做较亚健康啊，较烂的？其实咱咧看食的迄敏琴，伊的鸟鼠药的残留，阮是咧每一只死去的，尽量甲伊检验。伊有可能是别原因入来，亲像迄车祸还是烫杀，足侪原因。啊，有诶看起来无安怎，但是就是足瘦的，啊送来阮遮。啊，所有诶160只去检验，咱发现讲有中毒的差不多100外只，就差不多我讲的63%。啊，内底有超标的，就是超过迄敏庆会当啉来迄浓度有差不多54%，嘿，54%，但是阁有差不多10%是中毒的。哦，啊，所以差不多60%啊，因这中毒的样态是会安怎？其实足侪中毒拢是死去啊，送来咱遮的，送来阮遮的。啊，所以无掠着，啊，佫毋知影因是安怎咯？有一只迄粉椒鹰，这只是伫台大内底做秀的一只母鸟，啊，鸟仔母，一只鸟仔母，啊，结果2021年的时阵，足侪人拢会去甲伊看讲伊咧孵卵还是安怎，啊，去甲伊观察，结果有一天伊就无去啊，啊，伫迄边仔的迄学校国小捡到伊的尸体，啊，结果伊迄捡到人送来阮遮做检验，啊，阮会做一个代志叫解剖，解剖了后发现讲即只鸟母伊足健康的，足肥的，伊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但是呢，伊的迄腹内非常的白，无啥物血色，伊的血拢为迄伊的消化道，流到伊的迄有一个泄殖腔，泄殖腔内底看到一束束啊，血就是安尼流倒到死去，啊有一天伊就挡袂牢，伊就流落来啊。这是确实的咧哦，这是确实的。这就敢若鸟鼠食着鸟鼠药啊，共款意思对啦。差不多。哦，虽然我要先请咱今日特别请这个蔡医师来吼，蔡医师是研究伊硕士的论文吼，应该来讲嘛哈，硕士的论文是研究日本时代吼，应该是他们的大家去因迄个时代吗？还是搁较后面？搁较头前。系。咱日本时代是安怎防治即个鸟鼠症？鸟鼠症。迄阵时因是用物理性的，还是用化学性的来斗？其实应该就是物理性的，因为迄阵还阁无药啊通，首先是无药啊通医人，嘛这鸟鼠药啊，迄当阵嘛无，也无出来，啊，迄阵就是用摒扫、大清洁，
伊有这个名词啦，就是讲爱扫清气，用消毒水，迄款的石灰，这款的物件，去等于是社区给消毒，环境爱清洁，环境爱清气，迄是主要方法。搁有就是爱，若是有听讲还有途径的哦。就是迄当阵就是公医，日本的医生公医，搁汉医同齐来照顾这个咱着这个鸟鼠仔症的人。一般拢是台湾人会送去迄个台湾人的这隔离所安尼。因为若是日本人，伊就去西医，台湾人就来这汉医，伊较有信心啦，较惯势，因为嘛是日本这政府了解到台湾人，伊就是对西医较无信，较无信任，搁感觉会惊，因为迄当阵讲实在嘛是无药啊，至少汉医会当。用药汉药做症状治疗加减的治疗。西医伊嘛有方法，就是外科的治疗，就是迄是粒仔，一个粒仔症，伊甲伊挂掉。对，是安尼。西医甲汉医同齐来治疗这个鸟鼠仔症的迄阵时，同时间世界上咧医治着这个 plague， 是。大部分拢是用这种方式吗？还是独特是日本时代的台湾才如此而已？我感觉是日本时代是较特别的方式，就是安尼西医、汉医一起安尼来治疗。在别位敢若是无，因为一般对这个传统的医疗，也是讲中医，比如讲伫香港，伊嘛是无信任。迄当地的迄落传统汉医、中医嘛是无介意用来参与这个公共卫生。但事实讲，迄阵是日本时代的台湾，西医嘛是无够严啦吼。对，因为公医这阵就是公务员啦，伊差不多7、8个。全台湾才7、8个，就安尼，一直到这个托摩的读家己来遮成立学校，搁真久咧哦。搁差不多爱搁10年，10年了才有，因为1899年成立这个医学校，总督府医学校，但是就等到有毕业生，搁台湾人，差不多啊，因为你。上少嘛是4、5年，就爱等着因毕业。所以迄阵时对着环境卫生，因安怎宣导的？伊有会甲迄地方开会，就甲即马里长是共款。就找保价伯。保价来，搁甲因开会，就甲因通知讲遮有鸟鼠仔，你着爱注意，若是有死去的鸟鼠仔，着爱报官府，一定爱报告。唔通按，袂当家己凊彩处理凊彩等，袂当按看，袂当安尼着偷安尼无讲哦。安尼是袂使甲咱宣传宣导啦，开会，有这个过程。所以这过去的例其实有值得咱参考咯吼。对。我即摆伫线顶吼，就吴医师，吴医师你好。嘿，你好。吴医师吼，其实进前咱有传出讲台北市。既然啊，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内面有汉他病毒，你甲咱讲看卖，这个命题敢对啊毋对？是汉他病毒敢若会经伫草地所在，一个大都会内面袂出现吗？还是讲无咯？这病毒无咧经所在？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啦，因为咱汉他病毒伫台湾，就是每一档拢有零星的个案，拢在通报呢，所以其实咱病管处嘛是有在监测伫的呢，所以其实拢零零星星拢有这个案在发生。进前咱通常拢会听到的确拢是伫东部啊，还是咱南部的隔壁所在，因为这鸟鼠啊。野生的，也是讲伫厝内较常常看到安尼，尤其咧饲猪啊、饲牛仔的所在吼。
所以今仔台北的这个情形出现嘛，是讲一个传统市场，是讲一个都市老化的一个特殊的情形啦吼。所以唔是足奇怪，因为过去2020年，也是1年时的阵，迄阵台北嘛有病例，只是讲迄阵有新冠病毒的疫情伫的，所以较无人去注意这种疾病安尼。所以这是其实拢是例常性，有定定咧出现就对啊啦。对。好，这不足为怪，但是吼，吴医师，我要甲你请教吼，咱即马鸟鼠啊顶头上主要的传染的这个介酶，这个媒介是家藻吗？还是还佫有其他的物件？还佫有其他的物件，其实吼，咱的人类的文明吼，含咱的医学的进步，拢含遮蚊啊、含鸟鼠啊，拢脱袂掉关系。像古早进程中古世代嘛，有一个黑死病，迄阵咧治疗，敢若隔离病人尔吼，就是自愿性的迄治疗尔。你看即马就是发现的汉他病毒，也是伊相关迄，就是高端螺旋体相关即种病原体迄感染，拢含鸟鼠啊本身有关系。若讲家藻，伊都是另外一种病原体的可能啊。若是在你的观点吼，这个鸟鼠啊，我咧想，敢若家蛇共款，应该是无法度完全解决蛋杀吧？其实这和环境的卫生嘛是有关系啦。他们都保健世卫专家拢讲过啊，吼，鸟鼠啊，看到鸟鼠啊，唔是讲的迄件，是讲伊一定会传染疾病吼。你就是莫互伊来，莫互伊大落来，莫互伊食物件，伊就袂伫遐做收。因为大部分吼，咱的传染疾病吼，都表示讲伊迄病原体有够济啊，吼，拄着迄抵抗力较弱的老伙仔，还是讲有慢性疾病的病人，伊较有发生疾病的一个进展安尼。所以即届死亡的嘛是75岁阿伯嘛吼，本身就有年岁啊，佫有一寡慢性病，所以有可能安尼造成伊的死亡。吴医师，他拄仔咱咧讲吼，即个抗磷化剂吼，对着即个鸟鼠啊身体会产生，有诶开始产生了抗体，甚至变做超级的鸟鼠。即种物件啊，累积生物累积在其他的物种顶头，那么最后敢会来到人类的身躯啊？之前阮细汉时阵，拢有听到新闻讲，有囡仔，还是讲可能是老伙仔，可能无细记去食到这好鸟鼠啊药啊，还是讲摸到吼，造成出血的情形吼。其实吼，咱人类啊，是咱食物链的上下骹迄个吼，所以咱累积这药物的浓度是上高的迄个食物链的最顶端的对啊。所以其实这环境的污染吼，含对咱就是咱身躯体内迄累积的量吼，嘛是有间接的关系伫的。所以其实这头药的情形是愈来愈少听，因为这是我细汉的时阵听过吼，会头药啊吼，即马大部分拢是用物理性的啦吼，比如讲粘鼠板啦吼，还是讲整笼啊去掠青的鸟鼠啊，因为死的鸟鼠啊嘛有讲另外一种传染病的可能性，所以这真正是较麻烦的问题，就是环境的清洁啦。咱是做医生的，咱就是尽量去看到这种的流行病是不是有在爆发的情形。其实今年和旧年其实无特别的爆发的情形。OK， 所以大家唔免惊吓啦，只要甲环境卫生做好，清洁的做好，家户内面做好，应该是 OK 啦吼。对，免伤惊。好，吴医师，你简单一个线顶吼，咱还有其他，你小听者吼。苏博士，我要甲你请教吼。人讲过去有一个笑话啦，他拄仔讲到敏禽嘛，讲即马麻叶咧掠鸡卵啊吼，迄鸡卵也讲你莫来哦，你莫来哦，我这有抗磷化剂哦，你食了你会死哦。咱到底吼，即马这个超级鸟鼠在台湾是毋是出现过，还是讲已经有迹象咧出现讲袂使哦，袂使佫用这抗磷化剂哦，佫来吼，伊会天下无敌哦。即摆伫这鸟鼠顶管吼，研究较少啦。读讲较白，听讲较少。毋过目前伫像屏东的科技大学的一个洪教授，
哦，伊就咧push咱讲开始咧杀这个鸟鼠药啊，会使用会安全性啦。哦啊，所以其实伫这一个环境内底哦，这鸟鼠即摆食着这药，咱是毋是会当讲伊真正已经有抗药性啊？这目前搁无这实证的研究，这无法度，目前搁还未有的。但是应该还佫有机会，通家己咱台湾有一个共识，因为我查了真侪资料，比如讲加拿大的 Alberta， 是人因的这个防治这个鸟鼠真成功。啊 ，New Zealand， 哦，咱则看讲这个新加坡哦，伊嘛是有 New Zealand， 甚至因的 Kiwi bird， 哦，啊，佫出现了。哦，啊，纽约谷伊嘛有咧做即种代志，是哦，啊，放即个，伊讲吼，伫 hotspot 所在吼，伫咧热点的地区放着即个甜鼻音啊，鼻音药啊，这鼻音药有效吗？有效啊，这有效。我食落会袂生了对啊？这有效，系啊是啊。啊，其实伫像你头但是敢会袂负气？伊爱一段时间。伊确实爱一段时间，因为像鸟鼠伊咧，咱讲怀孕哦，有新的期间，其实拢差不多伫咧25天到30日的时间啦。所以你无法度讲药啊随下落10日就看到效果，这一定无法度。啊，而且你搁爱保证讲，即只鸟鼠搁爱甲公的母的爱相共。两只拢爱同时间食着。无伊就是一只食着就会使。所以 contrapest 敢若一公的还是母的食着就会使。是，爱一只食着就会使。啊，伊即摆变做讲，伊两只搁爱去配对着。啊，所以你迄时间就愈来愈长啊。所以袂当敢若高一味、高一个方式啊，你系做能够综合防治啦。啊，你甲咱讲者吼，譬如讲，咱来处理讲，要安怎来看咱社区内面爱安怎来防治，嘛互李长伯也小参考者。是，社区内底嘛。哈，好，我其实嘛是爱回归到就是讲一个较 SOP 啦，一个定数来讲，咱其实第一点，咱要先知影讲。咱所面对的这只鸟鼠是什么种的，这最重要。哦，是最重要。对，还是会开运动会。是。啊，我这拄好准备一寡迄资料，等互观众朋友看一下哦。你所看到这只，这就是水鼠，咱较都有讲着，伊较爱食的物件，其实就是臭草物啊。哦，较臭草物啊。但是阮兜迄只真爱食金蕉呢。哦，金蕉，啊，你规个金蕉甲我拢溜掉呢。哦，啊，有可能伊去食就是迄个，咱讲厝顶尾溜的鸟鼠啊。哦，嘿，啊，伊就走来说，啊，伊当然伊嘛是有可能会去食你的金蕉，哦，啊，毋过爱看到，其实现场拢爱看到较知影。所以啊，甲观众朋友讲，你得爱先辨识看老鼠是倒一种，啊，你落去，啊，伊若是讲一个鸟鼠到一个新的环境，还是讲伊伫遮定定咧行的时阵吼，因为老鼠的目睭足歹，伊迄看袂输讲老人安尼目睭无看拢无，一公尺以内就看袂清楚啊。哦。嘿，啊，所以伊咧行，伊就爱靠伊的耳仔，靠伊的喙手，吼，靠伊的鼻仔，靠伊的骹，迄个感觉，哪行哪摸，哪行哪摸的，吼啊，所以咱得当用这个方式。袂输的爱创造呢。嘿，啊，毋过伊做用的，伊都多好，伊是生落来生成的安尼啊，哦，啊，所以伊这方面除了目睭以外，其他拢做来的，嘿，啊，所以咱得当靠伊这个方式，咱来甲掠，啊，咱设计一寡像个鸟鼠篮啊。还是讲老鼠食吼，还是讲一寡厝内当用的一寡工具，咱得会当挖伫咧壁边，吼啊落甲下，吼啊，即个得当吼鸟鼠入去人仔内底，啊，就我都掠着。啊，若是讲社区内底，其实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迄粪扫啦吼，佮有下水道，即内底其实拢爱清洁啦。你若讲粪扫时间吼，拢可以过暝，啊，拢粪扫哪吨哪济，不管是伫街仔路还是讲厝内底。物件足济，安尼吼，安尼一个，你引起我一个问题。咱台北市吼，真侪人拢讲好，台北市吼，为着这粪扫无着地了后吼，这街仔路的这个粪扫坑啊吼，拢收起来，这是好也歹？收起来惊黑白蛋啊！人若是讲迄个咱的台北市民，有可能嘛是有等粪扫的需求啊。系啊，伊你黑白蛋啊，就搁开始坐讲愈济鸟鼠来。所以爱配套，毋是讲绝对的好，绝对的歹。是，像我知影即摆目前台北市环保局，因是一天上无一家拢收3遍到5遍的，啊，当然迄人较济就收较济遍。啊，所以其实迄像迄粪扫桶、迄铁桶啊有无？吼，一个一般垃圾交一个环保回收，伊其实拢有咧收啊。啊，但是呢，就收足济所在无收到的，人黑白伊的。
哦，譬如讲，咱有看到一寡影片，即摆网络上一寡影片，伊顶悬就有一寡草坡啊，拢有鸟出来伫遐弄来弄去。其实咱所看到，迄种拢是古树，拢是即个水汽，拢是即个水汽。啊，伊当然伊做到拍空啊，啊，伊空一个拍落吼，出口6、7个。啊，所以你补即个空，伊遐位迄边出来，啊，你补迄个空位即边出来。哦，啊，所以其实像即个环境，所以是 resilience 嘛真强。是走来走去啊。哦，咱有2种讲法，一个就是讲，因为台北市开始无受到即个喷，所以真侪所在开始有累积到即个粪扫，即个敢有实际即个效果伫个讲啊，你若是粪扫无清好清气，当然咱知影粪扫无清好清气是抵触到，譬如讲，即真侪县市拢有即个开放性的即个粪扫场。这个开放性的粪扫场，敢是一个来源？苏博士，还是，我甲观众朋友分享吼，就是鸟鼠伊咧活动吼，伊有伊个活动的范围啦。吼，咱伫新闻上讲迄个 home range 吼，还是讲 territory， 伊就是伊足接活动的，伊一世人可能敢伫即个范围内底咧走动尔。哦，毋捌出国了对吧？啊，就安尼走来走去，啊，像咱头讲即个水汽吼，伊差不多走的范围差不多上加到150公尺。到200公尺安尼呢，上低就是安尼。啊，迄时伊要繁殖，吼，讲开始繁殖季到啊，要找对象，吼，啊走来走去，有可能会走较远。哟，啊无其实袂走这样。啊，若像迄较细只鸟鼠，像咱徛家内底有一个，迄差不多一只呢20公克尔。迄较轻的细只鸟鼠，迄可能一工伊规世人安尼，拢敢若伫3到可能差不多上低平均来讲，平均差不多5公尺的范围，5到8公尺范围内活动。啊，等下走来走去就过一世人啊！啊，有可能是平面的，也有可能是垂直的。哦啊，所以得爬楼顶、爬楼骹。所以其实照这个道理来看，其实要抓因，唔是讲真艰难的代志了。对，爱时间，因为因会足警觉，因会警觉，因对迄个新的物件，伊会感觉奇怪。迄叫 neurophobia。是，对。哦，因为我有一摆吼，阮伫即个大楼吼要改建。是。啊。一弄落来吼，哇！鸟鼠啊，规个拢溢出来呢。是。啊，迄阵时唔知啊，无人去查，结果集体搬厝，搬去隔壁间。是。啊，就是阮上班的所在。哦，一数啊来啊，超2倍的人，敢若1949年吼，这大导览安尼，哇，规个拢走来安尼。是。这确实有法，就是拢安尼甲。所以途径是毋是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可能，讲较白是一个可能。他你就野手哦，讲有种感觉。这我唔对啊啦，因为讲我历来吼，都市更新的案件足多，确实有拄啊你讲的迄个状况，吼。啊，毋过即马吼，咱都市更新伫咧审查的时阵吼，有咧审查交通的影响啦。啊，毋过伊无做吼鸟鼠的问题的影响。啊，毋过吼，这其实是应该爱做的。是。因为讲吼，咱伫咧拆厝吼，其实伫咧拆厝的时阵，吼鸟鼠真正会当规一大堆拢走出来，啊，就无厝头大，因为伊要换厝，伊嘛要换所在大啊。啊，毋过吼，其实吼，咱应该吼伫咧审查的时阵吼，建商嘛应该爱做，你要拆厝进前，应该爱先甲鸟鼠的问题先按算好势，吼，无吼你安尼起来遐欢喜，啊钱拢恁趁的，啊鸟鼠拢别人咧害的。吼，安尼嘛袂使，所以讲吼，这以后吼，我嘛会甲市政府提案，爱建议，吼，这你伫咧都更审查的时阵吼，你嘛爱要求讲吼，你这个拆除的时阵吼，你鸟鼠的问题，你爱先处理，吼，袂使互伊鸟鼠吼，家己安尼黑白走，搬来搬去安尼。对啊吼。而且天龙讲，我知影真侪，拄啊咧建筑物，啊，搁咧起厝的时阵，伊就搬来啊。是哇，讲啊，这栋的新拆啊，好徛起啊！而且哦，啊，搁恁还未创好的时阵，我就先搬入来住。对。啊，未想要还未启用吼，还未启动吼，哇，内面就一阵啊！啊，宏观师傅要入去装的时阵，哇，都足济咧。有啊。所以这建管内面其实还佫无一项哦。无一项，这应该是爱吼，我会甲伊建议啦。哦，这应该是爱来做，甲这个来做好势，系啊，无吼这鸟鼠的问题遮尔多要安怎，对无？这恐惊嘛，唔那是台北市的问题啊，尔吼。嘿，这全国的问题啦。吼，这全台湾的问题哦。对啊。刷来不共款，这免禽
累积这种毒害吼，这嘛唔那是台北市的问题啦嘛。对，这嘛唔是台北市的问题尔。阮咧做研究，其实规个北部拢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台北市是有较悬一数啊，可能悬白县市差不多10%，是有较悬一寡。哈，哦，就你迄两溪啊，迄是啥物物件？这两个就是拄啊，朴叔讲的迄苏尔河，哈，就是即马真哦，你侪。这较熟悉呢，阮兜迄敢若长长安尼啊。这是较大的，这内底其实拄啊，迄朴叔讲的迄病媒防治业者啊，其实因拢会用这类的物件啊，甲迄亲像遮有一个迄叶鸟鼠的，也是拄啊讲的迄粘鼠板，其实拢爱放伫遮这种这种溪仔内底较安全，因为你这放伫外口，唔管是鸟鼠药啊，还是迄叶鸟鼠，还是迄粘鼠板。伊黏着啥物物件，伊压着啥物物件，伊袂管啊，经过伊就该偷掉啊。啊，若是放伫这内底，你就亲像这鸟鼠就死伫内底，你嘛毋免有拄啊迄问题，就是伊死伫你的迄厝内底，啊找袂着。啊，粘鼠板嘛是共款。啊，鸟鼠药啊，可能无法度，互伊死伫内底，因为伊需要时间，伊可能爱一礼拜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但是你会使卖互别的动物食着。对，即马有足侪人咧讲有可能迄咧带狗仔去遛狗的时阵，可能会互狗仔食着。即种物件就是互迄狗仔还是细汉囡仔，莫看到莫拄着迄。鸟鼠药就该食掉，还是懵掉安尼？但是咱无法度甲教这猛禽、这粉椒，因讲你看到迄鸟鼠你毋通食啊。对，这是无法度。即马我嘛是足烦恼，因为亲像你拄仔讲的，就是民众会烦恼啊，就会偷较侪药啊。除了政府咧偷药啊，民众家己嘛咧偷啊。民众伊安怎偷，咱就管袂着，愈管袂着。其实阮有咧拄仔朴叔有讲，迄屏科大啊，伊即几年来拢有咧参政府咧开会，咧讨论讲，迄鸟鼠药要安怎管理。其实鸟鼠药伫台湾即马是完全无咧管，就是你凊彩买，会使参迄里长摕免钱的，啊你去买，对，完全无咧管。啊，细汉囡仔嘛会使买。对啊，我网站顶头凊彩卖拢，但是我有绑着当买啊。有网络当买，有绑着当买。迄网络嘛会使。网络嘛有。迄其实台湾是完全无咧管，但是伊是一种毒药，其实印度是爱管理。真侪国家其实拄我讲的迄抗凝血剂有分做2种，一种是第一代，一种是第二代。啊，第一代是较无遐尼毒的，就是伊爱食较侪摆，鸟是才会死去。啊，伊对迄白动物嘛无遐尼。较无败害。是。啊，第二个第二代，第二代较强。伊是比第一代的强100倍以上。哦。足强的。食一喙就哦。对，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一开始发明的时阵，伊就足有效的。但是因为迄鸟鼠实在一直死，伊是咱讲指数型的成长，伊毋是讲倍数，伊是指数型的。啊，伊若是一寡鸟鼠食迄第二代杀鼠剂，伊无死去。啊，过几个月伊就补转来啊，伊可能会死一寡，但是伊真诶过可能4-5个月，因为伊诶繁殖效率是伤强啊。凡是抬袂死我就变强大啦。抬袂了，太侪啊。安尼就是为虾米？咱会讲超级老鼠，亲像超级细菌共款，就是安尼来诶。所以这食药啊嘛，总是无一定有犯吼。这日本时代敢有其他这方式，互咱一寡参考啊，一寡启示呢？其实这鸟鼠仔症对日本政府是足大的烦恼啊，因为差不多流行20多年伫台湾，啊，迄当阵嘛是无法度，上尾就是规个社区拢拆掉，若是有染着鸟鼠仔症，确定有人死去。啊，这规区可能就要拆掉。迄当阵的处理方式是安尼。
啊，若是初发现，就先用迄个板啊，要用铅板，迄铅板甲伊隔离，烟板，嘿，因为迄鸟鼠袂无法度加，袂对，啊，所以讲伊就是发现的时阵，就要先规个交通要遮断，规个交通要封锁就对，啊，规区拢袂当出入，所以讲这是嘛是足麻烦的。那你若是无安尼做，就要把人送去刷水去病院去隔离所，这两项就要紧，就是迄阵的处理方式。但是了后上尾安怎结束这规个疫情？安怎结束？我想嘛是甲这个都更啊，即摆讲都更嘛是有关系。都市的更新啦，嘿，伊规个拢拆掉电器啊。规个市街改正，就是咧街区，规个拢1919了后，这是差不多19可能一直咧更新。市区改正才1919嘛吼。对，因为这是长期的计划。哦，所以这嘛是一个长期性。来，李长伯啊，你睇。我搁补充一下吼，有一个所在伫咧咱吼徛街内底，是鸟鼠会走入来所在，我大家拢无注意。大家又看嘛是啥物所在？其实吼，就是咱炒菜咧用的抽油烟机，因为咧迄个风管有无？迄个外口是小通的，吼。啊，毋过吼，我亲目睭有看过，迄鸟鼠就为遐走出来，就伫阮兜。嘿，所以讲吼，我会建议啦，我有甲李明讲吼，你摕一个吼网仔，吼，甲迄风管扎起来，鸟鼠就袂为外口入来啊。因为讲这条路对伊来讲是一条真大条的路，吼啊，甲路封起来，吼，伊就较袂入来啊。这个所在会当参考一下。迄风管足侪，迄鸟头鸟嘛会去内底生囝。对。足侪鸟会去内底生囝。这足侪人无注意的，足侪人无注意这个。油烟机变做一个都市的避难所呢。嘿，还有网仔嘛是为遐入来。所以环境卫生是讲袂完的吼。讲袂完。我一线顶咱的这个吴医师吼，吴医师歹势。吴医师，咱除了这个旱獭病毒吼，甲鸟鼠仔有关，啊鸟鼠仔这即马是台湾，敢有完全禁绝啦？还是鸟鼠仔这其实还佫毋是完全禁绝的这个状态，即台湾？鸟鼠仔这是鸟鼠仔症，鼠疫。鸟鼠仔症，鼠疫其实伫古进前咱世卫组织已经讲已经灭绝啦，已经消失啦。嘿，所以即马伊较讲到的传染病，就是咱差不多讲的汉他病毒和高端螺旋体，这是伫台湾较常常听到的，嘛是常常通报的病人呢。若像这种物件，咱在处理环境，除了环境卫生以外，那我有看到讲伫庄卡所在啦，还是即个草地所在，嘛有叫做动物啦，还是咱人啊、囡仔班啊，有诶叫鸟鼠仔攻击的呢？啊，即种时阵要安怎？这其实吼，就是看讲你接触的鸟鼠仔敢有带即个病毒还是病原体啦吼。就是你去野外是露营，还是讲去佚佗的时阵，拢爱先注意。大部分染病的特殊的人，就是比如讲在饲牛仔的吼，在去做养殖业，还是讲厨师这种的，我常常拄到拢是这种的，还是讲有去湖内面底就是游泳啊，去露营安尼去拄到的。毋过其他的就是伫都市内面较少啦。是。若是拄到即个，譬如讲因的喙烂。是因的这尿汁，是排泄物，若去接触到咧。其实这病毒吼足弱的吼，伊若是有酒精，还是讲漂白水处理过吼，其实无介容易存活吼。你若讲是加热，就是讲你若60度以上，你有加热超过30分钟，嘛这的病毒嘛拢死了。所以免惊啦。做好咱平常时环境的消毒吼，你物件拢卖生食，做较熟的安尼。其实这用食物的传播方式较少，咱较惊的就是这种飞沫传染啊。
表示讲伊的排泄物，还是讲伊的物件吼，咱专用呼吸的方式安尼甲咱输入来。所以进前咱伫新冠疫苗这个时代吼，真正足侪传染病拢降低，拢是咱迄阵有戴有喙暗，啊，搁定定咧洗手，所以这种情形就会较少。还有一种吼，有的人爱食山产，爱食山货，吼。对。啊，这种物件，会敢好啊歹，还是讲对卫生的见解来看，这食山货敢好？尤其吼，迄甘蔗园吼，咱咧采收甘蔗园，哦，迄鸟出啊，迄碰气有够大只的，迄佫毋是迄个碰气，迄遮大只的，这是山货。其实咱常常拄到这种大部分拢是原住民，因为因佫有激烈撕裂、打猎的惯性。所以伊有去食着山猪啊，还是讲一寡山老鼠这种的。有当时啊，因有会染到较特殊的细菌吼，所以这含咱一般在做个疫情调查，就是 TOCC 最重要的。咱会当问到这个病人，伊住的所在、伊去过的所在、伊的环境安怎，咱拢是爱做调查。啊，所以这些拢是零星的案件，就是看讲伊的环境安怎，伊接触的情形有足严重的无？啊，伊在煮食这的食物过程中，敢有受到污染？啊，这等等拢会当去做一个参考。哦，所以这传染性不大就对啊啦。对。是啊，感谢王医师，感谢。虽然吼，苏博士，这咱头仔就知影讲，伊即马途径也有一种可能性。吼啊，处理环境，咱一般处理是要按除了真简单的这清洁以外，若是拄着鸟鼠啊，咱应该头一项是甲李长伯啊讨药啊，还是安怎处理啊？拄着鸟鼠啊，第一点啊，你爱若讲要摒扫哦，爱先甲喙暗挂好掉。哦，啊，这就是讲，较多有迄个议题，就是讲迄个暴露途径啊。那么咱莫去接触到这病原体，因为老鼠伊这个汉他病毒，目前大家关注的这个汉他病毒，伊就是透过鼠咬，还是讲上主要是伊的饲料，吼伊内底就带这个菌，吼咱讲病毒，毋是菌，是个病毒啦吼。啊，所以伊去摸到这环境内底沙土，啊，你去甲扫掉，啊，你无带喙暗，啊，怎引开，一个输入要掉掉。所以其实伫迄个 COVID-19 的迄个期间吼，其实伫疾管署的统计内底，伊是比伊这个汉他病毒的案例吼，人类的确诊案例是比往过去的10年，佮增加2倍到3倍以上。哦。啊，当然伊数量毋是讲破百偌济量，因为去年每一年可能啊几个啊呢。基数本来就少。是，啊，毋过其实咱迄个时阵有咧推论讲，搞不好迄就是讲咱伫厝里啊。啊，我厝我一个人尔，我可能我着喙暗无爱挂，啊，毋过看即个环境咧，阿早死早，啊，几冬来拢无时间通摒扫，即个时阵多好，我居家办公来扫扫，叫做引开，这就是有迄个暴露途径无注意，所以回答到主持人较多的问题吼，就是讲，咱来厝内有拄到这老鼠的情形，咱就要先甲个人防护做好，喙暗挂好掉，手套戴起来，吼，啊，开始去摒扫，甲环境清洁，食物甲款掉。啊，你若讲迄一寡迄个久无放的物件吼，无咧刷叮当的，就甲摒好掉，减法生活啦。吼，啊了后上重要的就是你迄看到迄屎便便吼，迄鸟鼠屎，你毋通随去甲扫，嘛毋通用吸尘器安尼去甲吸。哦。第一点，爱先用漂白水先甲消毒。咱目前疾病管制署吼有公布一个，就是1:9的比例，啊甲消毒5分钟。吼，咱讲一分呢是迄个漂白水。甲9分的水小透薄，吼啊了后，你家迄个环境甲温和淡清洁，吼先甲用好淡，了后等5分钟，互消毒，互去活化，了后你较去下边扫，甲切开，还是甲扫开，安尼就会使者。哦，安尼你就较免烦恼。啊，环境宽好啊，无食物通好食啊，啊鸟鼠伊自然就会降啦。伊就袂来。嘿，啊，但是佫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爱去巡看，像刚刚李长伯讲的，你爱巡看恁兜到底是啥物所在是鸟鼠入来的位。吼，因为这足重要的，因为你若甲迄物件款了，毋过但是总有一天家己可能会分担开啊，吼，啊伊这群鸟鼠的趁虚而入，啊你看无保，多好冲入来，啊所以这个鼠径的来源哦，人讲不让鼠来，这个关键爱切断，它就会伊就有法度。啊，若像阮兜吼，阮兜佫有一个 backyards， 这是甲我住家的这个环境是有门进起来，是啊而且空拢吹着啊，吼。
拢走起。但是迄个物件，迄个所在就是曝衫啦、洗衫机啦，安尼，这无法度禁绝这个鸟鼠来吧？伊会伫你的外口迄个花园啊，伊会伫你后壁咧活动，这无法度禁止，因为本来就户外无关嘛。只好甲伊和平相处咯。系啊，但这个环境就只好是安尼啊，因为这对咱讲像生态学哦，生态学顶管讲的一个叫做气味的概念，迄叫做niche啦吼。你这个环境内底本身就伊适合大的环境啊。吼，那可是你甲花园啊刷入来你的徛家内底，你这内底本来就适合伊大，你佫无甲阻断，伊就走入来啊。所以我嘛甲观众朋友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讲，你伫这个环境你无甲改变，无甲阻断，伊内底就一直适合伊啊。你不管你安怎掠，安怎头药啊，伊就是拢会一直来。所以咱就爱先检讨人类家己啊。好，感谢四位。